靚人靚景有邊個唔中意呢？20位候選佳麗咧，早前就去到一個充滿歐陸風情嘅豪宅別墅嗰度拍攝外景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喺參選以嚟，佳麗無論去到邊度都喺埋一齊，建立咗好好嘅友誼。當日適逢係土庫曼佳麗以蓮娜、保羅、尤素娃生日，一班佳麗仲特別幫佢搞咗個生日會添。仲有唔夠一個禮拜，2008亞洲小姐競選就正式舉行㗎啦，快啲投票啦！大家可以登入亞洲電視網頁，以及透過 SMS 短信投票。SMS 投票方法非常簡單，只要輸入佳麗編號01至20號，發送到508507，每次收費不多於港幣1.5元。第一階段投票由而家開始至12月4日晚上9時45分，每人每日可以投每位候選佳麗1票。所有投票嘅觀眾都有機會獲得豐富嘅獎品同埋獎金。聽晚豔光愛地球，我哋繼續會有2位佳麗同大家拉票嘅，聽晚見。